今言今語，倚靠篇，要倚靠耶和華。續四。經文：那時希西家病得要死，阿摩斯的兒子先知以賽亞去見他，對他說：耶和華如此說，你當留遺命與你的家，因為你必死不能活了。希西家就轉臉朝牆，禱告耶和華說：耶和華啊，求你紀念我在你面前怎樣存完全的心，按誠實行事，又做你眼中看為善的。希西家就痛哭了。以賽亞出來，還沒有到中院，耶和華的話就臨到他說：你回去告訴我民的君希西家說，耶和華你祖大衛的神如此說：我聽見了你的禱告，看見了你的眼淚，我必醫治你。到第3日，你必上到耶和華的殿，我必加增你15年的壽數，並且我要救你和這城脫離亞述王的手。我為自己和我僕人大衛的緣故，必保護這城。以賽亞說：當取一塊無花果餅來，人就取了來，貼在瘡上，王便痊癒了。列王紀下20章1至7節。希西家王倚靠耶和華嘅心係大嘅，無論大至國家興亡，佢個人嘅健康，佢都找住耶和華，求耶和華施恩幫助。耶和華係顧念人同埋垂聽禱告嘅神，當人求告佢，佢就轉向求告佢嘅人，向佢哋大施憐憫，幫助佢哋解決大大小小嘅困難。只要神出手幫助，人嘅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。今日嘅主題經文記載，希西家王病得要死，神差先知以賽亞去對佢講，當留遺命俾佢嘅屋企，因為佢必死，唔能夠活啦。希西家就轉臉朝牆，禱告求神紀念佢喺神面前點樣存完全嘅心，按誠實行事，又做神眼中看為善嘅事，並且痛哭。神就差以賽亞回覆希西家咁話：神已經聽咗你嘅禱告，睇見咗你嘅眼淚，神願意醫治佢，加增佢15年嘅壽數。最後神親自成就佢藉住以賽亞先知對希西家王所應許嘅話。希西家王因為仰賴耶和華，專心倚靠耶和華，求告佢嘅名，蒙耶和華拯救。我哋可以睇見耶和華係喜悅仰賴同埋倚靠佢嘅人。以下我哋嚟睇一個唔仰賴耶和華嘅猶大君王。喺呢個對比之下，就可以明白倚靠耶和華係何等嘅蒙福同埋寶貴。呢位君王名叫亞撒王，聖經對佢嘅評價係記載喺歷代志下16章7至13節。那時先見哈拿尼來見猶大王亞撒，對他說：因你仰賴亞蘭王，沒有仰賴耶和華你的神，所以亞蘭王的軍兵脫離了你的手。古實人、路比人的軍隊不是甚大嗎？戰車馬兵不是極多嗎？只因你仰賴耶和華，他便將他們交在你手裏。耶和華的眼目遍察全地，要顯大能幫助向他心存誠實的人。你這事行得愚昧，此後你必有爭戰的事。亞撒因此惱恨先見，將他囚在監裏。那時亞撒也虐待一些人民。亞撒所行的事，自始至終都寫在猶大和以色列諸王記上。亞撒作王39年，他腳上有病，而且甚重。病的時候沒有求耶和華，只求醫生。他作王41年而死，與他列祖同歲。按聖經描述，亞撒王曾經倚靠耶和華打得勝嘅仗，大敗古實人。但係喺北國以色列攻打南國猶大嘅時候，亞撒王卻轉離耶和華，唔再倚靠曾經為佢爭戰得勝嘅神，轉向咗仰賴亞蘭王，用聖殿嘅金銀送俾亞蘭王，同亞蘭王結盟。結果被神差派先見責備，同埋宣判猶大國將會不斷面對爭戰嘅事。可惜亞撒王仍然冇悔改，
仲將先見收監，作王39年，腳患重病，病嘅時候亦都唔求耶和華，只求醫生，結果2年之後病逝。聖經所記載嘅歷史都係俾我哋借鏡，從2個君王嘅結局，我哋可以睇見倚靠同唔倚靠耶和華嘅分別，兩者嘅後果所帶嚟嘅下場係值得我哋反思嘅。默想與反思，今日嘅經文提及希西家王喺乜嘢事上倚靠耶和華呢？耶和華點樣回應希西家王呢？耶和華點解要差派先見責備亞撒王啊？希西家王同亞撒王都係同樣患上好重嘅腳病，兩個人有乜嘢唔同嘅反應，帶嚟點樣嘅結局呢？我哋一齊禱告啊！神啊，從2個猶大王希西家王同亞撒王倚靠你嘅心，我哋可以清楚睇見倚靠你嘅人係蒙福嘅。你喜悅我哋有倚靠你嘅心，唔係我哋配得，或者係有乜嘢義行去換取祝福，而係謙卑我哋自己喺你嘅面前流淚禱告你，尋求你嘅幫助同埋拯救。你係顧念人嘅神，你可以改變環境，調動萬有，俾求告你名嘅人重新有盼望同機會。感謝神，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祈求，阿門。